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旅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愈大，路愈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伤拖磨。只要你做伴，阮已经对路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疼。我也请你听清楚，我也请大家在场的人甲我做见证。李先生，今日是我专工来找你的，专门要甲你讲的。我根本就无爱你，请你以后唔通来甲我搞了。你是讲啥物啊，静云？李先生，我已经甲话讲啊足清楚的，我无需要再讲第二摆啊。我唔相信，静云，你一定是甲你讲气话，对不对？无人比我更加了解你，嘛无人比你更加了解我。我知影，你在讲耍笑。天林，你看陈小姐讲有亲像伫咧滚笑咧，就算讲是滚笑，也唔免站伫遮尔侪人面头前啊，你讲对无？我不爱相信，静云，你紧甲因讲，讲你是咧讲耍笑。我拄仔才咧想讲，若等我出面，我要当面要向你求婚啊！天林，你即摆讲啥物？李先生，我拄才已经拢讲过啊，我根本就无爱你，请你以后唔通过来找我。静云，你先等下。天林，天林，你比我阿妹还袂好嘞。是啊。天林，你跟我有分啦，我负责个做等啊。我要甲你去追。天林，妈，你看天林啊，为了一个身高查某囡仔，伊家己身体拢无爱顾，你是要安怎啊？哎呦，这个囡仔！即摆暂时莫讲这啦，先让天林找到人，再搁讲啦。对，你要安尼做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对后壁那个看卖的咧哈。
静文，除非你真正无爱我，你真正对我一点仔感情都无。但是我知影你是爱我的，你若是无爱我，你袂甘冒生命的危险跳来水里救我。天意，我真正无想遐尼济，想袂到我要救你，反倒转来煞你来救我。这拢无重要，重要是证明一件代志，证明咱两个人的心是一体的。拄我伫水内，几若摆，我拢已经无力啦。但是我若一想到你，我会气力倒来啊！我拢毋知影是啥物力量，尾我想想，我才知影。是啥物力量？爱情的力量。我无话袂讲，我若无这个感受，我就讲袂出这个话。我拄伫咱两个人生命上危险的时阵，我伫心内咧祈祷，咧咒抓。救助？你救啥物罪？你有想要知影？但是你若无想要讲，我嘛无想要知影。我讲你知影。不过我话讲伫头前，我就会抓甲你有关系哦。跟我有关系？你紧讲啊！伫水内，我揪着你的手的时阵，我心肝咧想讲，毋知咱两个要去往楼对倒位去。我对天就抓，我若会当活咧，我就要带我水内，我身躯比这个人做某。静文，头拄伫病院，伫众人前，我嘛是安尼对你讲，你经偌好毋？静文，我知影真侪人会反对，但是结婚是咱两个人的代志，甲因拢无关系。自从你决定要留下来时阵，我一定是了解你的心。静文，你只是咧闪避问题尔，你拢毋捌真正去面对问题。静文，你看我，静文。你看我，你详细看我，莫阁折磨你家己啊！咱两个做伙会当过了真快乐的日子，啊，搁有遐个囡仔，静文，答应我。天宁，你即摆在创啥？天然啊，妈妈也做你发生意外，想要到你。妈，这件代志我后摆再向你解释。但是即摆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。什么好消息？结婚已经等下要嫁我啊！高玲，高玲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即摆想就袂听啦。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
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哪里？有种哎！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呀！啊！你家记啊，你家记啊哈！无人安尼啦，无人安尼啦哈！哪里？啊哪里？哎呦呀哎呦呀！哎呦呀！哦！无人安尼啦，无人安尼啦，无人安尼啦。天宁，你送外花的呗？水好。哦。敢有遐好笑哟啦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讲，假使我爸爸看到讲伊的衫、佮伊的鞋穿在你身躯哦，一定嘛甲我赶快笑出来。对啦，好穿好穿啦。你哪一直共看？你愈看愈水。你送互我啦。不要紧，我摕转去家己洗就会使。唔免啦，是我摕来去洗啦。阿母来载你啊，迄医生哦，已经四个在找你。你大只等我，等我办好出院，我随来找你哦。天宁，我看你也是好我休困。毋过，好啊啦，你莫等遐唔过，来紧来，阿母在等你，紧去啦。你要大只等我。我知影啦。天然无一定是咧滚耍笑的，你若是遮生气啦，无人就加阮即款代志来讲耍笑，就算我是假，我也无想要忍受伊啊。这一点也无参照你的个性。什么意思？你用是毋管拄到什么困难，拢袂闪避的人，谁那即摆行李看来就要走？我若是无离开遮，叫安怎？留来甲伊庆祝是无？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照你的个性，我是烦恼你会做出冲动代志。你是惊讲我会报复陈静芬？我认为你的个性以向虽然讲有较巧，也毋过你是真明理的人。妈，天意，妈，你是咧哭啥物啦？你若是一时无法度接受我甲郑阮的婚事，阮若无遐赶紧，阮会使等啊。你即摆心内敢若一个证婚，你敢袂想到我这个妈妈的存在是无？妈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你是想去倒位去？我受真济代志，本来咱一家较有三个人，是一个快快乐乐的家庭。恁爸爸，妈咪遐尼早咧过身去，还佫想着你有遐尼好的前途，还佫。
这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妈妈，政府即马是啥物款的查某囡仔？你可能应该有较了解啊。会当为着救我，无顾家己的性命。你即马甲我讲政婚真好得对，我感觉讲吼雅玲吼包真侪优点啊。感情的代志是袂当用比的啊。我感觉讲，我即马才知影讲我的囝为着一个查某，哪母都无爱啊啦。妈，雅玲，这是你来看我。天年，这阵来之后，我发现我永远都无法度对你身躯边唱作陈建文，因为你两个是用生命在相爱。我妈妈甲雅玲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做我应该做的。怎啊开的啦？啊！有总会转去啊？伊若来这3天内，若无将厝拆起来，土地交伊，会互你过来袂？大姐吼，我都唔知影咧。你就是那这，啥物你唔知影？你唔是讲你甲有总偌好拄偌好？爸，莫紧张好唔好？他一寡小可代志，就安尼，是要安做大代志啦。无啊，啥物这是大代志？是互恁爸掠去几只无钱饭，这是大代志。爸，迄大声就会当解决代志哟。迄办法吼，我早替你想好啦。你想好啊？好，你慢慢来讲，恁爸慢慢来听。爸，去找李天灵啊。李天灵？伊毋是甲因阿母转台北啊？无啦。无。爸，你刚才是什么所在啊？爸，下干老都在冲我。哎呦，哎呦呀！你讲伊啊？我哭啊！哦。来，你坐下，紧紧。哦，瘦的哦，这正土鸡，吼，食落到地吼，你这2支骹，会亲像土鸡安尼，足够走的。妈，这个体力是毋是甲头家咧比啦？啊，讲你唔捌吼，就是唔捌。人讲吼，食啥就补啥呢。哦，紧食，好，赞。安怎？无啊，恁无食呀？安尼甲我看，是要搁安怎食？唔通甲看啦。我莫甲你看，莫甲你看。迄面装遐甲收收的啦哈。免啦。哎哟，你坐啦，你紧食啦，无要紧啦，我互伊收头要紧。你真是啊，讲实在的呢，我是知影讲吼，你即马甲迄阿芬仔咧行啦。啊若无吼，李婉仪啊吼，嘛是足介意你吼，互我做囝婿呢。妈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。
情心通行。情海浮沉，想情。